阿强啊扰乱之下的父亲节，国军是坚守这位来备战。中国伫台海的周边大规模来做实弹演习，本地是告一个大落落。也毋过中国的官方媒体马上过来报讲，打来中国的解放军的军机军舰离海峡中线以东做训练，会甲变做一个正常的状态。也就是讲，打来因无要承认海峡有中线，而且阁要继续来演习。空军的政府司令张延廷是提出着警告，讲安尼一来，会互咱的国防面临着真大压力，会互咱的国军失去着战略应急的时间。伊是来呼吁着国防部应该积极来应对，只要发现这个阿强的无人机，或者是因的军舰来侵犯台湾的领空领海，都应该直接甲因断掉，唔通互阿强啊，甲咱当作是因的灶骹，软土深骨。透早3台 F-16战斗机挂弹演练降落伫花莲空军基地，中共环台军演结束啊，国军依然伫备战的状态。但有时候，平凡也很难。公布拍影片，电视国军正式演练坚守岗位，来应验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各种威胁。中国国宣示讲，对台海实弹演习10个突破，讲以后共军的无人机甲军舰会常态化伫海峡中线以东进行训练，看咱台湾这边要安怎处理，就没有缓冲的空间，也就没有战略纵深，没有战略纵深就没有预警的时间，大家都在高压力、高张度的状况下，整个在待命，这样对国军弟兄来看是非常大的压力。中国无承认有海峡中线，这个国军会真忝，长期更加会打击国人的信心。我认为要断然反思，展现我们的决心。到我们的领空就击落，到我们的领海就撞下去，不要再战略忍让，而要做战略的积极。如果造成信心危机，然后习以为常，那中共可以不战而夺台。面对中国步步进兵，前空军副司令胡耀光爱调整战略，袂使解放军当作是你行因兜的灶骹，软土深骨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